嗱，第一個燈鈎咧就喺隔1寸左右嘅位置穿上去。係。兩個疊埋啊，兩係啦，塊跟住就疊埋咪積咯。1、2、3。隔3格。係啦，隔3格喺第4格嗰度穿一個。嗱，跟住就中間隔1格，穿一格。嗯。跟住中間隔1格，又再穿一格。嗯。呢度隔1格，又再穿一格。嗯。然後再隔3格。係啦，嗱，穿翻。掹盡啲啊！掹盡啲佢咪唔會巢啊！係啦，唔會啊。咁咪得。嗱，1、2、3、4，第4格開始穿，係啦，咁樣就一格一格咁穿，咁樣穿就得。OK。係啦。咁尾嗰度咧，尾點收口啊？尾嗰度都係㗎，都係預佢1寸左右嘅位置穿入去啦。穿落呢個位可以遮過去遮多啲嘛。咁如果到時又剩咗唔夠3格咁啊點啊？唔夠3格嘅話，你咪就自己就咯。譬如話啱去到呢度唔夠3格喎，好似多啲喎，你咪呢度穿多呢度中間隔多1格又好咯。好多格啊！係啦，好多格或者係補少格，或者你唔夠嘅就咪將呢1格咁樣穿咯。係啦，或者5格都好。呢家你醒目啊，係啊。如果唔係就就一就唔最後呢個5格都得。好。就一就咯，總之呢個位就爭少少唔怕，唔一定好準嘅。